石虎是保育动物，即马为着要提高保育效率，台北市立动物园嘛是负责收容甲照顾，嘛开始探证，目前已经成功生出8只石虎仔囝。相片内底这2只细只的石虎囡仔是台北市立动物园3月份新加入的成员。动物园作为全台收容受伤石虎的所在之一，除了照顾嘛进行探证。新出世的石虎会由农业部生物多样性研究所接手评估来野放。我们从109年到现在，就是成功繁殖了8只个体，那其中已经有5只已经交由生多所去野放。那今年还有2只新生的小朋友，也预计在它4个月大的时候，我们会转交由生多所做野放前的训练，希望他们回到野外可以顺利的存活下来。根据农业部的资料，目前全台的石虎数量无到1000只。林业以及自然保护署有推动石虎保育行动计划，除了抢救受伤的石虎，收容也阁有维护石虎的栖地。为着让石虎的数量变多，繁殖生态嘛是其中的一个工课。是有一些个体，它可能因为受到比较严重的伤害，虽然不致死，但是它可能没有办法再回到野外，就会变成比较偏长期救伤、长期收容的这个状态。我们希望能够让它的基因能够留存下去，所以会发起就是让他们做域外的繁殖。那繁殖出来的后代，经过野放的训练，确定评估他们可以有办法在野外生存之后，再野放到野外去。林保署指出，石虎的保育是需要真侪单位的合作，野放了后，嘛有相关的单位继续追踪确认后续的状况。记者王可选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